如何喺安卓裝置上安裝同設置 NordVPN？ 首先，你需要喺你嘅安卓裝置上下載同安裝 NordVPN 應用程式。點擊 Play 商店，喺搜索欄輸入 NordVPN， 然後揀選 NordVPN 應用程式，點擊安裝。當應用程式安裝完成後，點擊打開佢，你會見到應用程式嘅主菜單。點擊登入按鈕，然後輸入你嘅 NordVPN 憑證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登入，你會收到關於我哋 CyberSCC 功能嘅通知。點擊開啟 CyberSCC 按鈕嚟開啟呢個功能。你可以喺影片描述下面了解更多關於 CyberSCC 功能嘅資訊。你而家可以用快速連接按鈕連接到伺服器。快速連接會根據各種伺服器參數嘅算法，喺任何時候為你揀選最佳伺服器。你可能會見到幾個解釋同警告信息。呢啲係 Android 對 VPN 連接嘅預設警告信息。當你睇完解釋信息之後，點擊繼續按鈕嚟繼續並接受警告。佢哋可能仲會要求你喺窗口中勾選一個選項框。你亦可以點擊地圖上嘅任何圖釘嚟揀選特定國家，然後點擊快速連接按鈕連接到嗰個國家嘅伺服器。一旦連接成功，你會見到應用程式中彈出一條綠色條，表示連接成功。當 NordVPN 運行中，你可以享受私密同安全嘅互聯網瀏覽。唔記得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以獲取最新更新同新嘅教程。